华视在地新闻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为今仔日开始连续5天，恐惊拢会出现着剧烈的天气。像这个昨日，伫咧合欢山的上细楼，像昨伫咧屏东的市区，都拢来落冰雹。上主要是受到低压环流的影响，中昼过昼了后，天气较无稳定。后礼拜可能有风台会来形成。另外，伫花莲爱真注意的是，为昨一直到今仔日早起，至少已经发生44届的地震，再加上落大雨，山区的土石松林，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落雨天唔通到山区来活动。离解封了后来合欢山，想袂到拄好拄到落冰雹。唔免上山，连屏东的市区嘛伫过道落大雨，阁有冰雹。这种天气的变化，对天顶一看嘛拢看有。气象局长陈明典分享网友翕的景象，自小琉球看会使看到天和海拢连做伙。这种天气景象原来和台湾附近的季风低压有关系，因为大气无稳定，过道会有强对流，所以会有较剧烈的天气出现。中午过后都是容易有午后雷阵雨出现的天气，通常都是山区的雨势会特别明显。像这样的大低压区的环境，我们常常是说它是台风的温床。未来1-2周，热带系统的发展是比较活跃的，大家可能就会开始听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一些台风出现的消息。过道可能会有雷阵雨，或者是局部大雨，不过外道同款真热。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，花莲可能会有36甚至38度以上。台北、新北、宜兰、台东是发布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。一个高温加上强阵雨，阁有花莲最近一直地动，嘛有山区的土石阁较有可能会震动。陈明典嘛分享花莲地动的分布图。自从透早6点52分出现规模5.2的地动了后，一天内连续发生44摆的地动，其中规模5以上就有3摆。规模4嘛有8届，规模3以上嘛有31摆，数量真济，而且分配出现，连气象局拢讲真罕见。嘛有花莲的民众怨叹讲，真正是互药假，怀疑人生。